我哋以前就住大立呢一間嘅，對面大立大飯店。咁咧望住呢間咧，而家嘅地盤咧，之前應該係一間教堂嚟，1年都唔夠就拆咗咧。跟住咧，我哋而家咧就住隔離嗰間啦。今日離開台南啦，下次再嚟過啦。台南啲嘢食又平又好食，我自己覺得嘅個人意見。